啦队明星吗？老板，猜猜我的名字。这个，只知道李多惠呢。我不是李多惠。那么老板喜欢李多惠吗？喜欢啊，不错啊，我觉得他还真的蛮会跳舞。对，我也觉得。我很多听到我跟李多惠很像。那就李多惠嘛。哎呀，好开心呐！哎呀，打电话吗？讲我说真的，我只要再等李多惠啊。多惠跟他讲一下，这个。OK， 好，你好。我现在打电话看一下。大哥一直说台语吗？叫爸爸。叫爸爸，人家问我你叫爸爸，我叫哦，这发音讲标准。我靠，是不好的讲话。你为什么讲话？哎，你不能说讲话。你谁靠？对，公山米小伟。嘿嘿，好好的聊天，好不好？